各位傳媒嘅朋友，我係陳祖光，一位退休警察。今日我哋決定就參選立法會嘅選委會界別立法會議員嘅選舉。我係一個工作咗喺警隊裏邊工作咗38年嘅警察。喺我生涯裏邊，我對社會嘅基層係十分之認識。喺我退休之後，亦都參與過好多推廣中華文化、青少年教育以及老人福利、房屋嘅事務等等。喺呢段期間，我作咗一個好詳細嘅考慮，我覺得我仍然有能力為香港、為國家服務，所以今日我決定參選立法會選舉委員會嘅界別。多謝大家，亦都好高興今日可以請到我哋員佐級協會嘅創會會長譚慧珠女士嚟支持我，亦都另外請到梁美芬議員支持我哋。最重要咧就係我今次嘅選舉經理即係代理人咧，我得到林志偉員佐級協會嘅前主席，我哋兩兄弟一齊去爭取呢個議席，為香港、為國家服務。多謝大家。想我哋去講幾句係，或者譚姐。好啊。朱姐講。我三登矮嘅都係呢個係一個問題。大家好，我今日嚟。大家好，我今日咧係特別嚟支持陳祖光先生咧係參選選舉委員會嘅立法會議席。我已經認識咗20幾年㗎啦。佢喺16歲咧已經係做 police cadet， 咁就係喺警察工作裏邊咧就科班出身。點解我提呢點呢？就因為佢出生於基層，同埋佢做警察38年嘅過程裏邊咧，對於社會上發生嘅問題啊、青少年嘅問題啊、家庭糾紛嘅問題啊、罪惡嘅問題啊，譬如而家好多電騙啊呢種嘅案喺度發生緊呢，佢係有經驗處理，同埋明白當一件事發生嘅時候，係最好嘅方法咧係了解佢嘅原因，同埋找出一個解決方法。呢一種嘅訓練呢，其實對佢解決將來社會嘅問題係會有好大嘅幫助。咁第二點呢，就作為一個警察呢，佢自己對法律嘅認識好深，因為佢要執行法律。亦都因為咁樣咧，好多時同法律界嘅朋友係問清楚法律嘅意義同埋執行嘅過程應該點樣，所以佢對立法嘅工作咧係熟悉嘅，因為佢一路咁多年咧都喺度立法會嘅成果咧係佢要去執行嘅。第三點咧，佢退休咗出嚟之後咧，佢係四川嘅省政協。呢個對佢了解國家嘅情況咧係非常重要。我亦都參與過佢不少喺四川裏邊嘅活動，佢帶好多香港嘅年青人去認識祖國。佢自己本身喺政協嘅討論裏邊呢，亦都清楚國家嘅發展嘅。我哋嘅立法會議員裏邊，既明白香港比較深層或者基層嘅問題，又明白祖國嘅發展方向嘅，係會一個好大嘅幫助。咁第四點呢，就係由於佢一路都係警察，大家知道佢奉公守法、為人正直。第五點呢，就至於佢嘅能力問題呢，佢曾經呢，就喺我哋香港喺紀律部隊裏邊最大嘅一個職系嘅會裏邊呢，係做咗6年嘅主席。會員呢係2萬多人。喺嗰段時候呢，最明顯嘅呢，就係佢喺黑暴同埋後來新冠嘅過程呢，喺警務工作呢，真係由朝到晚都喺度幫大家嘅同袍，同埋幫佢嘅上司同埋市民服務，孜孜不倦。佢因此可以得到呢係政府方面嘅嘉許。咁直到佢退休之後呢，我就頭先講啦，佢就做咗四川政協。佢對香港同埋國家嘅服務咧係冇停止嘅。咁我覺得咧就係立法會裏邊各方面嘅人才，我哋都需要有。但係有一個真真正正咁多年經歷咗香港嘅社會嘅演變，同埋了解我哋由基層去到國家所面對嘅問題，
為香港揾出路呢，係一定有好嘅幫助，亦都鼓勵咧香港方面為政府服務嘅人可以喺當然，我哋已經睇到有好多旋轉門啦嚇，可以喺香港呢個制度之下呢，係繼續發揮佢嘅長處。咁多謝大家。好，我講下。我今日全力係支持陳祖光參加立法會選舉。祖光呢，我喺2014年嗰個香港經歷佔中嘅事件，2019年嗰個社會嘅動盪騷亂，我同祖光呢喺好多嘅事情上呢都係經歷咗好多嘅挑戰。祖光呢係一個呢就遇事不避難，有困難有危險，佢為咗保護社會嘅安寧，維護國家嘅主權，甚至一啲民生嘅衝突，咁佢都會係主動就係要解決問題。呢個就係佢哋天然嘅訓練呢，就係有困難有問題，佢要衝過去為市民解決。我認為就呢一點，其實呢種精神就非常之適合係做立法會議員。第二呢，就係喺嗰個嘅國家大事同埋大是大非嘅問題上呢，祖光係一個鐵漢子。我哋討論到香港嘅法治受到威脅，有啲嘅歪理係誤導青少年唔去守法呢，我哋呢都係一樣係認為呢義無反顧，係一定要為咗香港嘅治安、香港國家嘅安全、未來下一代嘅發展，同埋香港市民嘅正常生活包括教書上班都受威脅。我係好感動，因為佢哋呢經常係受住無理嘅指責，但係都係一點係要好好保護市民，為市民解決問題。大家都知道，我做過直選嘅立法會議員同埋區議員，喺祖光咁嘅人才呢，佢喺地區嘅服務同埋喺民生嘅事務上呢，亦都係有好多嘅貢獻嘅。咁所以呢，我係好希望呢，有機會同祖光呢喺立法會合作，係為民生、為國家、為香港呢係可以作出更大嘅貢獻。所以我係全力支持陳祖光。好，多謝劉生。你再有冇問題？咁我哋大家有冇問題？我係攞咗足夠嘅提名嘅，即係我係攞咗超過足夠嘅提名。咁如果你話有份量嘅啦，喺我個人最尊重嘅一位就係我哋前警務處長曾偉雄先生，同埋我哋有一位係前嘅警務處副處長任達榮先生。咁當然根據選舉嘅要求咧，我喺5個界別咧，亦都攞到足夠嘅提名票。剛才你問話喺第一、第二界別，即係工商界別裏邊，我係咪會有困難呢？我會咁睇嘅。我視每5個界別都係艱難，唔會視之為容易。而每個界別我都將會喺呢個期間努力去爭取每一個選委對我嘅信任，去投我一票。可以講翻政治方面，另外有啲咩方法去爭取呢啲界別嘅支持咧？即係尤其是工商界別。我相信我嘅政綱亦都寫得好清楚啦。喺香港為香港服務，其實就冇分邊一個階層，唔邊一個階層。對於香港有利嘅事務，我哋會將自己嘅睇法向唔同階層嘅參與者去闡述我嘅意見。所有我嘅意見都係為大眾而發出。我相信呢一啲意見呢，每一個界別去思考過之後呢，都會接受我嘅。好啦，好，咁我哋多謝你啊！